为着要减少工安意外，劳动部有发布高风险工厂的火灾爆炸危害预防指引。不过，真侪民团就指出，这份指引干那写出现有的法律规范无够力，呼吁要建立高风险的名单，加强工安的预警机制。远东化纤新布厂顶个月发生爆炸案，造成2个人死亡、19个人受伤的悲剧。虽然劳动部事后发布高风险工厂火灾爆炸危害预防的指引，不过几个公民团体在立委的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，因认为这份指引敢若是目前法律规范的事项尔。实际上，事先的预防才是重点。你自己老板，你有没有做好这些事情？你会不知道吗？你一定知道啊！所以企业你一定要做好自主管理，而且你要有同理心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你的作业环境长这个样子，你的家人在里面工作，你会安心吗？我们制度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容许这样的事情呢？那难道是我们的双标吗？反正没有当下没有发生人命的事故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它是不重要的吗？那这样双标其实会让我们的企业有一个侥幸的心情啊。公民团体指出，这10年来，拢总有294件起爆工安的事故，其中有65件是旧化业。主管机关无法度好好来把关，或者伫高风险工厂上班的劳工，逐工是提心吊胆。跟消防署、跟这个化学署，那我们有包含这些目前有危害囤积比较高风险的一些物质啊，我们掌握名单，我们都会列入专案检查。很重视移工的这个职业安全的话，在他入国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入国讲习，不论你是一站式或者是机场的这些入国讲习，一定有一堂课是跟职场安全卫生有关的课程。劳动部强调讲，对捌发生工安事故的工厂，会加强掌握，而且强化参与劳动移工的教育训练。公民团体建议官方针对设备老化的程度等等的工厂，建立高风险的名单，方便掌握。嘛，呼吁企业甲自主管理做好好。甲预防危害责任担起来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